特就會之後，中美關係點行？全球局勢要點樣發展？今日我哋有請資深時事評論員、中國問題專家李義珍教授上線，同我哋一齊分析下。教授你好啊！大家好，好高興能夠同聽眾一齊即係探討呢個問題。係啦，咁你見到呢兩日咧，特就會就係一個即係全球嘅焦點啊！咁而家川普總統已經翻到去美國啦，咁你點睇咧？就而家中美關係會點行咧？咁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去睇呢一個特就會之後咧？即係全球局勢嘅發展。喺呢個高峰會之前咧，我哋都睇到即係好多國際上嘅傳媒咧，就對個峰會咧係所謂寄予厚望啊，即係希望能夠即係中國同美國之間咧，即係所謂有一個關係嘅 reset 啊，即係重新即係調整嗰個即係戰略嘅對抗關係同埋意識。但實際上咧，冇咁容易噶嚇，因為如果你考慮到即係個峰會之前兩國嘅關係，峰會之間即係舉行嘅時候，由頭到尾發生咗啲咩事得到咗咩所謂成果，咁之後點樣即係兩國點樣管控呢個後續嘅一啲承諾等等。咁其實都係即係好多問題噶嚇，咁所以即係話咧，寄予厚望呢樣嘢咧係冇乜可能嘅，即係亦即係話咧，中美嘅緊張關係咧，只係不過暫時因為雙方都有一啲需要啊，係即係冷卻一陣，即係緩和一陣，係咁嘅情況啫。咁等到大家即係彼此之間即係認為我掂啦，我而家再同你即係對抗咁嗰陣時咧，真正嗰個戲肉咧先至係會繼續上演嘅。而家係可以當成為係一個一兩年咧，或者係更加短暫嘅一段即係暫時嘅所謂降低嗰個溫度，即係咁樣嘅情況啫。咁但係點解係咁睇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喺峰會之前嗰幾個月入邊咧，中美關係其實係非常之緊張嘅嚇。唔淨止中美關係，中台關係、中日關係都係即係充滿咗即係敵對嘅對抗嘅意識㗎。咁如果你睇下即係美國嗰方面嘅動作，即係就比較上清楚嘅。咁大家記得即係開會之前、峰會之前幾日咧即係美國嗰邊咧就爆出一個新聞咧，就係話南加州即係Arcadia 嗰個市長咧，一個係即係華籍，即係黃愛玲冇錯啦，係啦，黃愛玲，即係原來係中共嘅代理人，係即係潛伏嘅一個特務。咁爆咗呢樣嘢出嚟咧，嗱呢啲咁樣嘅嘢咧，時間係好緊要嘅嚇。啱啱喺開會之前爆呢啲咁樣嘅出嚟。係咩原因咧？係嘛？有啲人就話佢可能係攞嚟同阿黎智英交換之類咁樣嚇。但另外一個原因就係話美國即係不斷咁喺度爆呢啲中國特務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即係出嚟咧。